今年恐怖在線嘅網聚喺大富豪入邊舉行，阿比好榮幸連續2年可以參加恐怖在線嘅網聚活動。恐怖在線 Happy Birthday！ 因為恐怖在線，阿比先第一次去到大富豪。阿比同其他檔主喺活動開始之前都好努力咁樣 set 場，準備好迎接第一批嘅會員啦。今年阿比繼續準備咗占卜同埋水晶嘅產品俾大家。突然發生咗一件事，令阿比受寵若驚。上年嘅客人竟然記得阿比。大家坐低 update 下近況，再幫佢用占卜睇睇。上年嘅佢喺工作嘅環境令佢覺得好困擾，好唔開心。1年後嘅今日，牌同我講，今年5月佢已經轉咗新嘅位置，而且今年嘅牌都非常之正面。阿比都好戥佢高興。今年認識咗新嘅客人，有部分仲係第一次占卜，好多謝你信任阿比。睇到你哋占卜之後，好開心咁樣多謝阿比，能夠幫助到你哋真係太好啦。阿比創立 MH 系列嘅原因，就係希望透過心靈幫助更多嘅人，透過自身經歷，用自己嘅能力陪伴更多嘅人走出迷霧。但係阿比同大家一樣，都會有煩惱同迷惘等等嘅時候。畢竟心靈療癒師同埋導師都係一個人，自然都會有情緒同埋煩惱等等。心靈療癒師除咗可以幫助其他人，都會有需要療癒自己嘅時候。阿比都正在為自己成長中，畢竟人類喺日常生活都需要處理好多嘅事。大家一齊加油，需要嘅時候歡迎隨時 DM 阿比傾傾。